请问台南新农街是真有名的观光区，啊，伊原本叫做北市街，啊，伊这个新农街由来，伊是甲什么有关系咧？我是基南人，不是台南嘛，台南嘛是牛心呢。你知道答案吗？台南。喂，啊，恁这队的拢无什么，你有台南人无？为主，我咧台南读册，你有去过啊？你刚才啊？无青草店吗？无什么？应该是 A 吧。落地台南有王，落地台南药王庙，可是伊讲是 A 啦。我有去过。对，神农街就一条短短的。嘿嘿嘿，好，我相信你。啊，我不相信我。我无相信袂，但阮无 A B C D 无 D 的，无 D，你也相信哦。就甲 C 尔啦，嘿。 A 吧，啊 A 吼，好，我的答案是 A 哇，你好，你又对，那真厉害啦！遐原本地号名叫北市街啦吼，啊北市是迄个咱有讲南市、北市、东市等等有无？咧讲迄个什么所在，咱会讲什么市，啊但是后壁有街的时阵，迄条爱变，所以讲北市街。啊，啥怎叫北市街？因为伊是南市港的北边吼，啊所以讲北市街安尼。吼啊，就是拄则讲的讲，因为伊遐有一个迄个全台湾上介早的即个药王庙啦，嘿啊所以就是用这来变做伊的一个嘿，这个传统的特色。